傾偈。我哋你好數啊！喂，0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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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係0號啊，10號嚟嘅。冇嘢啦，睇到啦，我已經紅色咪藍色。藍色10號17號，得啦，你開始啊。咩啊？唔係喎，唔啱喎。白色係藍色嚟喎，紅色係白色。冇9號。花埋啲嘅咩？讀啊！白色11，2分不中。藍色22分，係23。藍12分，剩23成。白色3號 G.O， 藍色23號偷波。你個藍色11號2分不中，白色10號 block shot，你個白色11號防守籃。聽得到啦。白色3號3分不中，藍色10號防守籃反對。藍色晒波上前，唔好講呢個就得。藍色11號2分不中，白3防板。白3大波上前，你唔好講大波啊！點解佢呼吸？白色11呼吸。白色11傳波，白色0號。白色10號2分不中，白色14進攻籃板。咩啊？白色14係咩？白色14 3分進，冇中3分啊！冇中。傳波嘅話，咩你判斷下究竟係咪一個狀態？你決定啦。即係可以將佢夾。藍色11號3分不進，白色10號17嚟，sorry，17號3分不進，白色10號11號17進3分。佢搞笑，搞笑。82分不中，藍3防不。白色9號犯規，藍色3號罰球2球。會唔會轉翻佢藍？第一球，3號第一球係咪有？第二球不進，3號進攻籃板。11中。89 2分不中，藍10防板。藍色11號3分不進，白色3號。好事繼續。白色10號2分不進，藍色10號防板。可以慢做啦，可以慢做啦。波嚟嘅，大家跟唔跟到我？慢慢。藍3 2分，11中。佢打埋啲。大概個3號
14號 T.O. 藍色11號偷波，藍色3號兩分不進，白色3號防反。即係始終係眼都冇望諗亂咁畫嘅，所以唔得我哋。白色14 T.O. 藍色17偷波。藍色都3分不進，冇人。咁呢個天摟啦，呢個天摟啦，呢個就攤歐啦，數場啊嘛，OK。分數邊度而家？球可以冇。白色3號3分不進，藍色10號防右手係，OK。咁要寫乜嘢？白色14號3分不進，藍色11號防守藍色11號 T.O. 白色3號偷波加 T.O. 另外藍色3號偷波加 T.O. 白色1號暫停，白色上半場攤波成1個。咁係邊個係瞓？瞓。